最近大家咧都好關注胸部嘅健康問題喎，但係其實咧每一日咧你只需要用15分鐘嘅時間咧就可以令到你嘅胸部更加堅挺同埋健康嘅。咁而家首先教你有3個 exercise 嘅，第一個首先將兩隻手合實，手指翹埋一齊，然之後拉高個人。拉到成個人好長嘅感覺之後咧，將兩隻手向後推 ，hold 大約5、4、3、2、1，然之後放鬆，然之後將呢個 exercise 重複做4次，然之後咧你就會開始感覺到咧你嘅身體開始有興嘅感覺㗎啦。warm up咗之後咧，就做第2個 exercise 喎。首先又係將兩隻手合實，手掌心對手掌心。然之後擠喺心口嘅前邊，然之後用力兩隻手互相推到去100次為止1 set。total 又係要做4次㗎。咁做完呢一個 exercise 之後咧，就做第3個 exercise 啦。好，落地下就係做 push up 啦。男仔嘅朋友當然兩隻腳就要伸直啦，但係如果女士嘅朋友咧就可以將膝頭哥放低，然之後翹起雙腳。咁記住都係要將腹肌同埋臀部嘅肌肉收緊。然之後我哋做 push up， 將手臂彎曲、伸直、彎曲、伸直，保持呼吸。好，重複做20次之後咧，就可以停一停，休息一陣，然之後將呢個 exercise 重複做4次，咁你就可以有一個完美堅挺同健康嘅胸部㗎啦。唔好偷懶啊！